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31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气象局伫下晡2点半解除苏拉风台海上风台警报，有可能明仔会发布海龟风台的海上风台警报。美国要搁提供台湾8000万美金的军事融资，这嘛是美国的头一届提供咱台湾军事融资的贷款。高铁的自由座伫9月初1要改版，取消第10节到第12节的自由座的车厢，会看定位状况，上侪提供8个自由座的车厢。新闻开始来看，今年的第9号风台苏拉暴风圈已经脱离台湾南部的陆地，继续往西北西移动。气象局伫昨半暝解除陆上风台警报，拄啊下晡2点半嘛解除苏拉风台的海上风台警报。也毋过，刷落来，阁有今年的第11号风台海葵，气象局是预估拜六这风台会上接近台湾，对北部阁有马祖地区影响上大。苏拉才拄走着过来一个风台，气象预报员表示，海葵风台未来阁会继续变强，但是按照气象局有过的路线。上紧伫明仔载透早就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我们预估未来它的移动的路径大致会以这样子的，有70%机会会以这样子的路径经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括绿岛、兰屿，甚至马祖海面也会有长浪情形，而且有可能会有2米以上的浪高。受到苏拉和海葵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未来这几天的天气拢会真无稳定。今仔日恒春半岛、华东地区拢要注意落大雨的情形，到拜五全台也拢会落雨。随着台风渐渐离开，我们可以看到东半边或其他各界降雨是减缓喽，但是也可以注意到东北角的雨渐渐的开始在下。至于明天，受到2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天气是很不稳定的。星期5、星期6受到外围环流影响，各地都会有短暂阵雨。气象局提醒，受到沉降作用的影响，今仔日桃园、新竹、苗栗、台中拢会有36度，尤其苗栗可能会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另外，新竹以北和南部外岛地区会出现8到9级的强阵风，马祖甚至有9到10级，提醒民众要注意。记者曾俊佑台北报道。风台又搁拄着巴流，所以屏东东港早起又搁淹水。长得淹水的当经理今仔是淹甲愈厉害，民众是无法度出门上班上课。福德里淹甲愈悬是淹到大腿。公所表示这应该是巴流，福德里的步伐上过低、上过低落，造成海水倒急严重。大影向海边拍来，苏拉台风拄过，搁拄着年度大流。屏东邦山沿海海水明显涨悬，长影悬大约3米，互东港东京福德顶里31大淹水。受大流的影响呢，东港透早有真侪路段是拢有积淹水，像记者即马伫义利国小边沿海路，水深差不多半个脚头有。汽车开过淹水的路段，积水四界乱喷，骑车载囡仔上课的家长，规起落车用牵的。前一天大流到淹着马路的店家，也是徛街，天要到5点外开始，全部淹入去厝内。国军赶紧载沙包来，互民众用。以往者的习惯是着介紧，摕也介紧，这摆上严重的啊。整个河体全部都满出来，根本没有办法抽啊，抽没有，只有能应付那个。开始退潮的时候抽快点退这样而已。大城甲嘉兴路口因为水深到脚头有，里长赶紧指挥交通，提醒汽机车唔通入来。附近徛街的机车嘛，因为淹水倒伫水内底。虽然徛街已经做灌水，也是淹入去，囡仔无法度出门上课，伫厝帮忙扫水。居民表示，这是88风灾了后第一摆淹这么惨。大城桥这边还没有做闸门。我们尽量的用各地用那个大抽水机的方式来抽。大城桥边抽水机一透早拢无停，唔拿当经理福德里因为我伫堤岸边，水深一度到大腿，一直到要10点水还未退了。公所判断因为堤岸过低，加上边仔有停业的造船厂，内底有河船落水的引道，只要涨流，海水就会对堤岸也是引道附近溢入来，会建议加关堤岸改善淹水的问题。记者陈焕武、面交管屏东报道。
再来看台南的安平哦，早起嘛因为海水倒急，安平路积水，安南区的城西街一段嘛因为把楼水淹30公分高，同款的状况嘛发生伫高雄，至今哦嘛已经连续3天拢淹水了，市区的三明市场嘛积水，无法度做生意。边仔就是运回安平路31，因为大楼的关系，规条车路淹甲变水路，有民众冒险撩水硬要过，汽车煞袂法，只好停伫路边。射过去车子就骑不动了，所以现在就抛锚这样子。自己排除啊。夸张啊，那个运河的河面都已经平行。除了安平以外，安南区城西街一段地势较低，61巷附近是对透早6点多就开始咧淹，贴沙底啊都无再调查水。当地民众表示，2个月来已经淹3届，实在是真无奈。7月啊，第2周啊，淹3遍啦。这个第2严重，这水专门冻起，海水若地热，敢若冻起，迄个上加抽水，安尼有效呢，读书也无效。下昼我要去上班呢，车要我骑车无。桥过来都旱雨耶，我真没有见。第一个方式就是说，防止这个坏水再倒灌进来。那目前我们有真积极的在做这些这个绞型的一个抽水设备了哈。今日伫高雄，同款受到大楼影响，上低有到1.37公尺高，创下20年来纪录，连爱河都直接溢出来，附近的三明市场嘛淹甲无法度做生意。本来无遐济啦，本来讲。开始敢若这尔，尾啊变成规个一到遐去啊，头拄啊搁较早进前，中加尾到顶悬遐去啊。过来基顶是淹水淹到第3天，杜尊山附近是淹到10公分高。头前的某一间租车店内底电动脚踏车电池导火，直直呛烟。一大阵消防赶到现场，是赶紧摕破坏器材撩水来拍火。记者综合报道。苏拉风台已经离开，也毋过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哦，台东是继续落大水雨，2天的雨量已经累积超过300毫米。东海岸的落雨是落几暝，嘛造成台11线部分公路积水真严重哦，发生真侪件的车祸。另外，台东县的溪流重起来，有真侪灌溉水圳的进水口，雨水冲歹去，预计要1礼拜才会当修理好。透早7点左右，台东的民众要往回东海岸上班，经过嘉路兰路段大雨造成排水消透未赴，大水淹到台11线公路，民众吊伫遐无法度进退，也造成真侪件车祸，双向拢无法度通行。那人过不去，因为前面的水太多了。往成功方向兴隆路段，因为雨真大，水淹过路南的路面有半顶悬，民众开车经过，哪亲像伫开船。这条水拢本来就有啊啦，若落大雨拢消袂去啦，大概拢安尼啦。东海岸一天累计雨量超过180毫米，观光景点水往顶楼加一个小水墙景观。因为下大雨，那边的水源都给它挡起来了，让那个流得很大。苏拉风台离开，按过外围宽流的大水雨，2天伫台东落超过300毫米的累积雨量，大到细细的溪流涨悬。农水署台东管理处列管的故乡镇水圳进水口，前一风台损坏，才拄啊修理好，这届还有8成进水口冲毁，所以要1礼拜才会当搁使用。田区里面也都还有储存一些水，所以目前天候还看起来还是持续还会降雨，那可能会慢一点，也是还是要视溪水稍退才有办法建厂。气象局持续发布大水雨特报，东部也是会发生强降雨，提醒民众开车经过较淹水的路段要小心通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总统蔡英文今仔出席军人节的活动，总统伫致辞的时表示讲，国军负责咱国家的前途、百姓安全，责任重大。今仔美国嘛宣布讲，要提供台湾8000万美金的军事用资，这嘛是美国头一届提供台湾军事用资的贷款。学者是分析讲，美国方面可能会提供通讯设备，要来强化咱台湾海上征收的能力。中国新冠大海紧张情势，美国国务院宣布，已经伫会国会会提供台湾8000万美金外国军事用资，强化台湾防卫能力。这是美国第一摆提供台湾军事用资贷款，也是拜登为动用总统拨款权提供台湾军援了后，第2摆对台提供特殊军援。我相信对于整个区域的稳定跟安全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国防部也表达感谢。那么但是有关于相关的细节，我们依据惯例不会做详细的说明。外国媒体美联社指出，
美方提供军事用资，常常用伫主权国家。另外提供多一寡武器装备，包含海空防御系统、装甲车、步兵战车、无人机、弹道飞弹、网络防御甲先进通信设备，拢是被点名台湾正需要的强化能力。那至于这8000万美元，这个用在海上的就是征收，还有就是制海的这种关通系统，如果在细节的品项上面，可以推估就是声纳，还有就是一些军用数据链，包括卫星通讯以及 Link 22。苏州份分析，美方可能提供卫星通信设备，协助台湾强化海情监控，针对海上目标的征收，进行海上战场管理。目的应对中共愈来愈增加的伫中间地带威胁，也代表美方对台安全政策为战略模糊加向较清楚的建设性。国军扛起国家前途、百姓安危的重任，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全体国人都是我们国军最大的支持。总统蔡英文31日参加军人节甲全民国防日表扬大会，颁发国军楷模、全民国防教育杰出贡献奖等。蔡总统表示，军人节只有一天，不过国军保卫家园是365天，无分日夜，也无假日。政府各人支持国军，台湾因为国军才会强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日本政府对8月20日开始，甲福岛核电厂有传的核废水排入海里咯。咱国原能会今仔伫行政院会进行报告，指出讲会继续来掌握排放源头的资讯，强化海气甲海产辐射的监测，嘛来建立海洋扩散评估的模式，嘛来建立一个资讯公开的平台，这4项的配套措施，要来确保咱国人的健康甲安全。依据我国观察团3度赴日所掌握的相关资讯判断，亦认为日本福岛含川废水排放尚可符合国际安全标准的规范，唯鉴于排放作业长达30年，仍将持续敦促日方切实依据国际标准和规范执行排放作业，并对排放的异常和意外状况妥善做好应变作业规划，以确保安全。政府已超前部署，经由跨部会合作，秉持科学专业监测的评估，参照国际标准严格监测，为国人安全与健康把关。原能会指出讲，目前已经将海气海水监测地点对本地33个增加到107个，嘛强化近海渔产的检测，对200件嘛增加到3000件。目前检测结果是拢无问题，未来嘛阁继续检测，嘛随时来调整跨部会检测计划。再来看台北市长蒋万安去上海参加双城论坛，早起甲少年人做伙骑共享的脚踏车。第一前灯河双城论坛开放实体举办哦，有学者就认为讲，透过地方政府的活动，展现诚意，双城论坛有可能当来稳定两岸关系。手机扫码支付，组织共享单车。台北市长蒋万安上海行来到第3天，再去甲台青脚踏车游港，也关心U-Bike的规划。台北市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个停车站，当然我们可能在管理上面或整个城市规划上面有一定考量，但我觉得他们设定在一个固定的区域，让大家就可以直接停。可能在未来布建我们 U-Bike 的网络，可能会更方便、更有效率。30双城主论坛结束迄暗，北市府会请晚宴，上海方代表游园市上海市长蒋正、蒋万安伫致辞时大声讲，爱用上大的努力，互双城论坛继续办落去，台青也真关注两岸关系。期许呢，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合作，尽量合作。如果能合作，当然是最好的情况。资讯更加的透明化很重要，对，因为我觉得两岸的人民还是有一些误解的。我们希望两岸可以一直保持和平交流的互动。像这一次蒋市长过来这边参加双城论坛，其实对于整个两岸关系都有很大的润滑剂的作用。双城主论坛顺利结束，佮签署3项合作备忘录。中国媒体引用当地学者形容双城论坛是和平之州、亲情之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参选咯，外界认为讲在野分裂，民进党的赖清德地党倒会选咯。也毋过赖清德竞选的总干事潘敏安，伊是强调讲因逐工拢真认真咧拼，会拼到最后。
国民党的侯友宜今仔是推出医疗政策，也毋过伊无要评论国民党副主席人选有捌讲过，郭台铭有要求要换掉侯友宜哦。郭台铭的办公室是回应表示讲，郭台铭毋捌讲过这款话。赖副会担心被说躺着选吗？笑眯眯无加做回应，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参选，外界指出在野分裂，何赖清调都咧选。暗过民进党反驳，而且定调无涉入、无评论郭台铭宣布全力拼选战，明重演去年选战的错误。31各县市竞选总部3场授权会议，由陈市长甲余天担任双北竞总主委。那主席也并没有躺着选，假日呢还是行程满档。每一天呢，还是从早到晚，我们还是战战兢兢，就像今天一样，拼到最后1里路，赢得最后胜选，才是我们主要的目标哈。在野要整合国民党侯友宜31是继续推出医疗政策，包含优先投资医疗保健支出，调整到 GDP 8%，疫苗采购爱透明化，若是有官商交易，就会马上成立特侦组来查。不过对连胜文表示，郭台铭要求过上后下的讲法，遭到过半后人侯友宜低调，无愿意加做回应。我不清楚他们2个的对话内容啊，所以我没有办法评论，好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误会吧。其实换侯的声音是国民党党内的传出来的，那当然这个声音也会传到郭董的耳里，但并不是郭董主张侯下郭上，没有这件事情。郭台铭竞办发言人黄素修表示，郭台铭就是要推动在野整合上强队伍，会搁找时间安排过后2个人会面。又话民众党主席郭文泰31是无行程，不过过半正一叫想要邀请过关饮咖啡，强调未一来就讲什么人配什么人，大家爱先开讲一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关心儿童性别弱势族群权利的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今仔日宣布讲要推出立委的参选人，到2024年的大选。也联盟嘛批评讲，目前4个总统参选人咯，因的性别意识拢无合格。电影《芭比》当咧前关注性别、儿童权利等多元议题的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也拍破大人对芭比的刻板印象，以形象芭比、金发芭比、XL 芭比等多元模样召开记者会，宣布因要伫2024年大选推出10席区域立委参选人，甲3席不分区名单。我们能不能够在城市中顺畅的推着婴儿车？能不能够不用担心自己的女儿在未来的某一天会遇到性骚扰？我们能不能够在全职工作中还有足够的休假，可以陪伴我们小孩成长？这些看似很微小的议题，可是却真切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天的生活。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原底是关心亲子共学的民间团体，2019年成立政党，已经有几摆参与大选的经验。针对明年的总统大选，目前台面上主要的4个参选人，欧巴桑联盟认为因的性别意识拢无合格。柯文哲候选人而言，他有非常长的这个丑女的言论。赖清德副总统，他曾经说过，我们要照顾女性，他就像一个温室中的花朵。侯友宜曾经说，因为性别平权的关系，所以女性开始去上班，那家里开始没有人带小孩。郭台铭就是前几天那个家暴说，我们也觉得他是有需要连带来去说明。以多元芭比的模样展现欧巴桑联盟想要创造多元友善社会的愿望，因也呼吁执政党加在野大党爱提升女性内阁的比例，落实性别的政策，也要推实反歧视法。记者关长随台北报道。行政院今仔通过公部门使用 AI 人工智慧的参考指引草案，规定讲业务使用 AI 辅助的时，承办的人嘛是需要有客观专业的评估，才会当来使用，嘛爱公开资讯，牵涉到高度机密敏感的文件就禁止使用 AI。针对国内的技术、国内外的技术跟法规、国际上法规的这个综合的发展。然后真正还要考虑到整个对产业的发展，整个会持续的评估。目前这个指引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它可以借由公部门本身，就这个参考指引本身去思考 AI 可能科技所带来所用的风险。我们就这个风险本身，我们有很多实务的经验，对于未来立法应该有很好的帮助。有这草案的国科会指出讲 ，ChatGPT 等 AI 的技术是真时行，所以并无适合限制上过济哦。所以参考美国、澳洲跟新加
家坡的经验来制定公部门的指引，要求讲爱谨慎来使用，会去看全球的趋势甲做法，随时来做调整哦。未来的实施状况，买来正做推动 AI 基本法立法的参考。再来看桃园龙潭科学园区要扩大征收地方民众的土地，民众是做自救会，早起嘛开记者会，表示讲因绝对无要搬厝，嘛伊个讲哦，会伫9月12日招愈侪人去总统府定情。反对家园破迁，反对家园破迁，誓死抗争到底，誓死抗争到底。由北部调啊、龙潭八条段、梅龙路甲石库位的居民组成自救会，反对龙潭科学园区扩大土地征收，强征民家厝。30日早起举行记者会，烦恼工园保卫条，反对北迁工园。那今年也90岁了，我说了丈夫啊，是待50年了，扛到过20岁啊，我扛到从都10岁，你看啊，是3.34公斤，非常无助、惶恐。我们这一些无助的小市民，必须被迫站出来表达抗议！抗议！抗议！自救会表示，严正反对欠必要性的龙潭科学园区扩建计划，要求地科管理局提出详细兴办事业计划说明，建议缩小征收范围，也有个会伫9月12日号召更较侪居民前往总统府定情。有他们的意见表达，那这方面我们其实都有仔细去跟他们沟通，也在了解中。那我们会依他们的意见来做一个审慎的评估。地科管理局回应会尊重居民的意见，评估征收范围，敢是有调整的方案，尽量符合居民要求甲产业需求。评估方案也会甲相关单位协商了后，得期举办公听会，继续甲居民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不少民众收到一封苹果电脑官方寄的 mail， 要求讲爱点连结来进行验证，讲无 Apple Pay 就会封禁用。也毋过警方表示讲，这是一封钓鱼的简讯哦。专家嘛讲，千万就唔通点入去，有可能 Apple ID 等个人的资料就会封偷用。报名啊，突然来邮件。惊吓的标题警告：支付资格暂时封锁，爱你随点连结24点钟内完成认证，恢复 Apple Pay 服务。若无永久停用付款资格，最近愈来愈侪人就是收到苹果客服来批，才1点方便。有一些公司它是不会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告诉民众说，你的资格被暂时停用，它并不是属于这些公司的一个政策。所以诈骗集团它会利用这样的方式引起民众的恐慌。向看的是苹果官方假批，其实是诈骗集团给用，大量假送钓鱼简讯，无细字方便点入去，照着指示操作，一件小号密码拢总互偷摕走。若是拐走 Apple ID， 万一小号绑定其他的装置，可能也阁同齐互入侵。个资白白交出去，后一步就是互偷录。取得你 Apple ID 的一些权限之后，那他可能会去攻击你有使用的其他的这个系统，甚至有可能去做一些消费。安怎白白钓鱼简讯？除了先检查批敢有插入简体字，检查邮件盲盒也是一种。像苹果官方都会是 Apple.com， 只是犯罪手法一直翻新，提高警觉，唔通互诈骗集团得手。记者综合报道。定定坐高铁的旅客就要特别注意哦。明仔载9月7日开始，高铁公司会来调整自由座的车厢，会看定位的状况哦，提供上济8个自由座的车厢哦，嘛唔拿只限第10、第11个12车厢，所以车票卖重新来设计。应付自由座车厢10到12日，因为高铁车票都要迎接历史。9月7日开始，高铁调整自由座车厢配置，滚动调整车厢数量。各车次看定位状况无同，会有2到80个自由座车厢。新款自由座车票也因限制自由座车厢的字样。我觉得用固定比较好，因为这样的话比较清楚知道，就是说我自由座就是哪一节车厢到哪一节车厢，然后就是到时候搭车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往那个方向走。我觉得都是弹性嘛，所以其实调整到哪一个车厢，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太大差别。
高铁公司表示，新措施是因应旅运需求变化、旅客坐特性，甲希望平衡对后座、自由座的需求。9月初一开始，坐自由座的旅客用伫到车站了后，透过卖票大厅、验票门顶悬、等车区甲挂台顶悬、旅客资讯显示系统，查看上近的车厝的自由座车厢配置位置。挂台顶悬自由座车厢对应的上车的所在，也有感觉式的显示自由座的字样。针对自由座跟对号座的比例做一个调整，那希望能够兼顾跟满足自由座跟对号座旅客的一个需求。那拥挤的部分，我想应该是8月中旬一个短期的现象。因应机动调整，月台地面已经无自由座车厢的标示。新措施上路了后，第一个登场的是运输高峰，也是中秋连续假期。高铁公司会派人员来引导，也提醒旅客自由座人会较济的时阵，车站会优先启动分流机制，引导旅客坐无同款车厝的自由座。记者综合报道。为了加紧新药啊审查的速度，立立健保卫生福利部的健保署宣布讲，会参考英国的做法，除了健保总业，计来设一个新药的专职办公室，望讲会当伫一档内就来完成新药的审查的流程，预计明年的元旦实施，互一寡癌症的病人会当量早来使用癌症的新药啊，减轻经济的负担。癌症已经连续41年是个人10大死因第一名，为加速新药审查个立健保，减轻癌友经济负担。卫福部健保署要参考英国的做法，伫健保总业以外，另外设置新药专职办公室，初期预算1亿，希望互新药审查的流程为即卖将近2年的时间减低到1年，按算明年元旦上路。需要收集这个临床的资料，以供最后决定是不是正式健保给付的一个评估。那因此，这个单位我们希望在明年的1月1号呢，就可以正式来运作。健保署表示，新药专职办公室主要是进行医疗科技评估 HTA， 针对影像诊断、药品甲疗定等进行临床效益分析甲经济分析。那经过评估达到健保给付，对直接进入强议会议。另外，由厂员申请平行审查，同时向食药署申请药证甲申请健保给付。不过有学者建议，长远来看，也是要提高健保总业成长率，将确保个人的医疗服务品质有受到保障。如果我们的健保的总额是不足的，癌症新药跟这个所谓的新药的基金这个预算不足的一个情况之下，还是很难让我们的病友早期的拿到这个癌症新药的一个治疗。另外，针对疗效不确定或者是财务长期成过大的癌症新药，是规划改由癌药或者是新药基金来处理，比如只有1、2期临床试验，不过病人有急迫性的需求，短时间内无法度决定是不是纳入健保给付的药品等。健保署强调，也需要收集相关的资料，目前上路时间也未决定。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国内新冠肺炎主要拢是为着变种病毒 XBB， 上新的莫德纳 XBB.1.5 疫苗，头一批200万人，会伫9月中进口到台湾，上紧9月底就当开始做。头一阶段是以65岁以上的老大人先做，所来6个月以上的民众拢会当做。新冠病毒一直变化，为国内最近4礼拜疫情监控因发现，验出的病毒株是以 XBB 占97%为主。上新的莫德纳 XBB.1.5 单剂疫苗，国内第一批按算9月中引进200万剂，上紧9月底开始做。第一阶段为65岁以上老大人先做，观察1个月，看做的情形，各规划予6个月以上全年龄来做。专家也是同意说，这个疫苗大概实施的时间大概是今年的9月到明年的9月。那目前大概主要规划还是从高风险的先开始打。疾管署表示，目前国内莫德纳 XBB.1.5 疫苗紧急授权 EUA 资料已经在6月送到会，8月23完成补件，小数已经列入优先审查。因为考虑国内本土并发症当中，65岁以上老大人占78%。为降低老人感染了后发生重症甲死亡风险，优先开放予65岁以上老大人来做。不过疾管署也承认，目前新冠疫苗做的人确实是无多。现在呢，打气实在是很弱的哈。一方面没有什么重症跟死亡，
一方面呢 ，XBB 本身并没有像以前的武汉肺炎那么严重啊，所以很多人觉得说我得了就像感冒一样，我为什么要打？若最近天气真热，流感疫情却连续3礼拜清关，主要是免疫负载效应影响。疾管署也决定，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比较以前分成2阶段来做。第一阶段是伫10月初2开始，第二阶段是伫11月初1开始实施。记者综合报道。绿色和平检验3个政党总统的参选人气候的政策，其中2030年推动再生能源的比例，3个参选人制定的比例，拢比国际能源总署 IEA 提出的60%目标搁较少哦。为着促成对话，国际气候发展智库嘛要邀请总统的参选人，伫10月2日来进行电视的气候辩论会。蔡政府提出2050年净零排放的政策，未来责任的人会安怎达成减碳的目标？2030年要推动偌济再生能源发电比例。针对这寡问题，绿色和平甲各党派竞选办公室联络，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目前是以30%做目标，国民党侯友宜27%，民众党大问题有发出40%，后来佫讲要修正，也要公布。目前这3位候选人，他在气候政策上都是不及格的，都是有待加强的。绿色和平强调，会滚动式来检核各定亚所提出的做法，加进一步修正的目标。马明确指出，目前联合国政府之间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 IPCC 建议2030年要减碳43%。国际能源总署 IEA 更加认为再生能源比例要达到60%。国际气候发展智库希望会当促成更较侪气候对话。21号的下午2点到4点，3位候选人会到现场去做实际的与会，然后实际的对话。那当然，相关的转播细节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安排。这场会当讲是台湾第一场总统参选人电视气候辩论会，会伫10月2日举办，希望透过这个平台，互参选人向民众说明气候甲能源政策的规划，也有安怎带领台湾走向净零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风台意大利亚伫美国的佛罗里达州造成大风大雨，嘛有2个人死亡哦。有真侪所在拢淹水，水泵线嘛真严重。伫佛罗里达跟乔治亚州哦，计共已经有超过46万户失电。这个风台已经减弱，真做是热带风暴咯。这嘛是往乔治亚州移动，有4个州嘛受到影响。强风阁带来大水雨，意大利亚以3级风台强度，伫美国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烟花登陆，这是当地125年来登陆的上强风台。大部分地区真侪所在淹水关度破纪录，佛州西部的帕斯科郡水淹的关度1.5公尺，部分民众因为淹水无法度脱离。2 times out of 20 years, out of 22 years or something, maybe 2, maybe 3, but nothing. This is probably the highest, but Charlie I had on the second, when the tire was going out, on the second tire going out, it got pretty high. 暴雨带来做大水，佛州国家附近的乔治亚州，拢总有超过46万户停电。南北卡罗来纳州原还有超过13万户停电。意大利亚减弱做热带风暴了后，转向乔治亚州过去。不过已经伫佛州造成至少2个人死亡。当局警告，任何趁机会抢劫的行为，拢会追究法律责任。Accordingly, the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have been ongoing from the moment that the storm passed in the hardest hit areas, and they've probably gone through about 70% of the areas that they need to be able to check for people that are in distress. 伫经历夏威夷毛伊岛的野火了后，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意大利亚风台是气候危机的上新的例。I don't think anybody can deny the impact of the climate crisis anymore. Just look around. Historic floods, more intense droughts, extreme heat, significant wildfire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damage. 意大利亚风台历史真侪郡紧急撤离，有达到几落百万的居民被迫离开家园。福州州长德桑提斯表示，会向联邦提出重大灾难声明的请求，通得到联邦的赞助。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今年上大上光的满月，红叫做超吉腊月。
而伫台湾时间今仔暗时出现，日本、印度、越南到耶路撒冷拢看会到超级拿月。也毋过虽然叫做拿月，毋是讲月娘是拿色的，是共一个月出现第二届满月意思。后一届的超级拿月就要等到2032年才会出现咯。伫日本东京日本幕新城心大楼观景台，一寡民众对超级拿月真期待。根据日本国家天文台资讯，超级月娘运行轨道伫31透早0:54分上挖进地球。夏休み最後にこんなに綺麗な月を友達と一緒に見て。楽しい思い出を作ることができてすごい嬉しいです。到伫印度，则伫月球南极登陆一礼拜后，30位地球这边伫新德里望向月球，看到上大粒、上光的超级拿月。越南河内有一寡民众组织做伙看超级拿月为水面升悬，伊看起来比一般的满月大7%，mà còn khác光。Ngay ở như kiểu mình với tay đến là đã chạm tới rồi mà sao thật to và khác。所讲的拿月，唔是月球变蓝色，是指同一月份出现第二届满月。The moon's orbit around the Earth is not perfectly circular, it's an ellipse. So sometimes the moon will be slightly closer to the Earth than other points. And when that happens during a full moon, we call it a supermoon. We call it a blue moon because in this case, it's the second full moon in August. But for the two to actually coincide, that, it's just a term of, maths really. 根据统计，超级月娘甲拿月同时发生的超级拿月真罕见，为1951年至2050年8年中间，敢若出现过4届。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过来消息咯，过来看最近台铁、有台北、台中、高雄的捷运车厢，拢放伫顶头画图。台中警方今仔宣布讲，已经有锁定2个嫌犯，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捷克的。也毋过，这2个人拢已经离开台湾咯。检方嘛已经发布通缉咯。画面通看到2个人伫咧台中市巷仔内行来行去，看起来对路臭正熟，甚至佫换衫换大概制造断点。台中捷运列车离时去互人乌白擦，警方动员400人次的警察，过路150组的监视器了后，31确定是22岁德国的男性，也有20岁捷克的男性犯案的。他们非常的狡猾，搭车下车的点跟捷运站是有一段距离的，他们沿途就是一边走，然后一边来进行换装，总共换了6次。警方表示，这2个人日提后面的观光签证对香港坐飞联机伫桃园机场入境，而是暗时8:52分走去台中捷运高铁台中站犯案，喷漆的过程无到15分钟，随着坐高铁落南去到高雄，25就坐飞联机走，因早就准备好喷漆的作案工具，而且轮流用布帘、坐计程车、客运等等的方式锁围，也搁伫咧巷仔内换穿西装、运动衫，甚至穿女性的衫来变装，这种种都会当看出这2个人犯案的手法是不知啊熟手。发现他们在犯案完之后，都会将这个喷漆罐以及工具放置在他们大型的这个背包里面随身带走。因为代替台北捷运，也有高雄捷运，最近嘛有车厢互人乌白擦，警方无排除是共一个集团做的，会提供侦查资料，予台北和高雄市府去过路分析，确定关联性。专案照涉嫌刑法毁损罪、大众运输法等等罪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所来由检方发布通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有一间连锁的餐厅，有员工投诉讲今年2月伊个厨房的摒扫，因为地板正骨无细腻跋倒，去互油烫到。虽然有甲头家协商，也毋过拢无成，所以家属希望讲县政府会当介入调查。2月17暗时9点半，一间连锁餐厅的姓道员工伫灶骹清油鼎的时阵，因为涂骹正湿骨滑倒，烧滚滚的油泼到伊的倒面甲正手骨，送医急救了后有5骹面积，1到2度的受伤。他们的地板没有任何的防滑，所以我觉得怎么会这么大的一家公司，怎么会让员工独自一人扛起将近30公斤的滚烫热油，而且工作环境都没有做任何的防护。家属强调，姓道10人事后心理受创，还佫被诊断出轻度忧郁症，因为拢是点头无做好灶骹、涂骹缝骨。双方去县府律师科协调2摆，暗佫无共识。县府介入调查了后，刑罚资方工伤假无付薪水的部分。职业灾害的期间，资方没有做原领公司是按照发放工资的时间呢发给的时候呢，我们将会做出裁罚。
建议这个劳方呢，为了双方的权益那是不是可以尽快的到职业灾害门诊的中心呢去做鉴定？业者提出书面声明，强调事后关心，暗过拢被拒绝，要政府2到4个月甲1个月病假薪水，暗过即在申请爱当事人到场，暗过员工拢无履行，也无法度提出医疗证明，所以无法度申请给付，一切交由司法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县的银山乡有一个查某人，伊细厝毋但欠厝税，佮甲规间厝蹲甲拢是粪扫哦，无要搬走，互反映强制执行嘛是共款。有人就讲的是细厝的家纸是真恶处理。厝主入去徛起来，发现互对面粪扫，甚至有了车死过状，佮臭面膜。宜兰县银山乡中华村姓陈女子四过细厝欠租金，佮对抗大量粪扫占厝毋走。后来就他不是租，他是堆个一堆个废弃物。对。所以我们也很头痛，我爸也很头痛。要赶袂走啊！这地我租的，毋是伊话甲讲地伊租的，伊也无甲租嘛讲伊租的。当地村长行伫细陈女子细厝的地点，看到巷仔两边拢放堆满粪扫，加伫粪扫堆中生活环境垃圾。在地人形容伊是细厝家族严重破坏居住环境。它带来了大量的垃圾，然后对在附近的环境跟其他邻居的居民是造成了很大的环境影响。细陈女子遭约告期也毋走，厝主地主提告胜诉，就算互法院强制执行，伊也继续占用地主土地甲厝，地主甲厝主只好请警方到场协助阻挡伊的行为。当地民代也呼吁拖吊业者毋通替细陈女子吊货柜，以免受损失。希望大家能帮忙不要将货柜卖给这个陈小姐，因为她放置的地点的土地不是属于她个人的私人土地。我们警方到场为屋主指称租客诚信民众霸占这个民舍警方依报案人提出的是相关的资料依法将陈敏以侵占等罪嫌移送侦办。警方表示，已经以私弄民家自行刑犯将细陈女子送办，佮受理地主的清点告诉。另外，以四过坑粪扫的部分，官方补救指出，细陈女子所为违反废清法，已经完成搜证和送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斗六公所今年1月发文予斗六东市场的打商，讲今年7月31合约到期就要收起来，予打商1个月时间搬厝，今仔断水断家事。也毋过打商是讲公所拢无提出任何补偿甲配套，叫因收就要收，因实在是真无奈。王先生在斗六东市场卖便当已经超过20-30年，但年初接到斗六市公所的公文，7月底契约到期后就无要继续做。但事先拢无先沟通和后续配套，互市场的摊商感觉真无奈。伊讲一个半天，咱要做生意，敢有可能讲我凊彩一个为着天好做？无可能吧？一定嘛是要本身就讲找一个讲会符合咱本身咱的地理环境。装潢车我开200万了呀，我即摆规拢无伊啊，对哦，完全都没有补偿，我嘛无法度啊。你要有正当程序给我们开会表达意见，还有安置的作业你没有市场给我们安置，你要有现金的补偿，这是公法上义务，你要补偿。斗六东市场自举会表示，这次总计有29位的摊商受到影响，其中15个摊位另外提出涉外行政诉讼。对此，斗六市公所表示，因为近期发展的所需要，今年1月份已经批复各单位和店面，麻烦从1个月的时间来搬迁。考量到他们要搬迁生产用具所以我们定于今日，就是8月31日才进行断水及断天然气，并且定于9月11号才针对用电的部分整个断掉。斗六市公所表示，公有零售市场属于4年1月，这次契约在今年7月31日到期。斗六公所人员为去年底，陆陆续到现场和单位来说明。今年1月10号发出正式的公文通知，一切依照定续公告办理，但因是租赁契约，并无赔偿的问题。记者王文报道。来看台南的生态团队利用国家研究院提供的超级电脑，甲病医合作，发展出一套 AI 分析疾病模型，帮助医师做诊断甲治疗生态团队嘛，正做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头一个病理研究的国际合作的伙伴，咱做伙来了解。
AI 分析影像的方式呢，帮助我们对疾病做分。伫病理影像直接标注这套数位病理 AI 分析模型，除了会当分析影像，也会当侦测人体组织甲病变区域，计算疾病相关的指标，协助医师进行诊断甲分析。那个肿瘤组织它整个的样态，而且它看到的是到我们细胞层，基本上它的发炎情形啦，或者是说它伴随旁边的样态是这样。那对于很多时候你在要跟做一个比较精准的治疗或者药物使用的时候，它就会有帮助。这套系统使用台湾3、2号 AI 超级电脑，不仅注重伫肝脏肿瘤相关应用，同时也加做美国国卫院第1个病理影像分析的国际合作盘，成果真好，得到今年国建议的研发服务平台亮点成果奖的特优。AI 医疗领域的应用渐渐增加，百亿代团队使用国网声考分平台开发镜子影像的机器学习量化定位系统甲运作，会当提升氧气症治疗精准度，成做今年亮点成果奖的佳作之一。有我们这套系统的话，可以辅助临床医师针对颞叶癫痫这群的患者，在于手术之前的话，可以有更精准的一个定位方式。100多位的病人是来自台北荣民总医院脑电波的检测，很明确。国网的高速电脑或者是一些半导体的，不管是8寸或12寸的那个 open source 的一些制程设备是非常的贵，而且需要人家常年维运的，又放在国研院。国政机机械的研究中心建立真侪学校，真歹单独买贵重的软硬体设施，佮推出研发服务平台亮点成果奖，希望会当以先进的硬体设备来做靠山，协助三观学研各界推出更较侪有全球竞争力的新研发。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网教是台北市老大人上侪所在，台大病院的北护分院，就甲地方的西门国小合作，成立落地社区服务中心哦。大人囡仔智慧活动，互时代感受囡仔的活力。因为老人人口快速增加，失智症患者数量嘛哪来哪侪，台大病院北护分院就伫咧台北市万华区，这个所在老人人口嘛真侪，所以成立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加强失智症的整合医疗协作。中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去发掘新的个案，然后能够让它纳入我们现在这个制度下面，能够去确诊，或者是帮他做一些医疗的垂直整合。加上即马照建发共照中心隔壁的西门国小，校园嘛有真侪无得用的空间，病院就甲西门国小照空间，甲空教室改做落地社区的服务据点，安排智能治疗师，互轻度失智的时大人会当行出家门来参加团体活动，拖慢病情恶化。都伫遮咧生活嘛吼，所以对伊来讲，遮做熟悉的所在，其实对因有好处啦。啊，老人囡仔嘛通做伙耍啊，对无吼？咱讲老幼共学啊，对无吼？老人咱讲故事互囡仔听，囡仔当教老人做一寡手工的，啊，这嘛是真好啊吼。就过去的研究也看得出来说，这个儿童如果说有参与一些老人的活动的话，他们会更关心自己的老人家。那对老人家来讲，跟这些幼儿参与一些共同的活动，也可以延缓他们的老化，也可以增加他们参与活动的一个意愿。台大病院北护分院和西门国小敢若小隔壁尔，利用空教室来做落地社区服务据点，互时代去据点，就若像去学校上课同款，除了会当感受到校园内底囡仔活力，上界重要的就是互失智障好社区化，达成在地安乐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米其林指南早起公布，军品酒店的员工连续6档受到3星的肯定。今年阁有新加坡料理的餐厅 JL Studio， 阁有台湾料理的餐厅泰瑞，这2间餐厅嘛摕到3粒星哦。高雄嘛出现头1间2星的餐厅，嘛有7间餐厅是头一届摕到1粒星。咱做回来了解。2023台湾米其林指南早起正式公布得奖名单。今年1星餐厅当中包含高富牛排、甲盐之华、甲The New 等法式餐厅拢有名。交通部指出，希望透过这个过程带动观光情调。23年的发布以后，能够带给更多的国际上的一个饕客，让他们想到这个享用美食的时候，都能够来到台湾，让我们大家共同为台湾的观光而努力。米其林指南除了表彰食物的料理风味，
在2021年新增了表彰环保及使用当地食材的米其林绿星。这个奖项是要鼓励或者说激励台湾的餐饮业者，在提供消费者美味佳肴的同时，更关注我们所在的环境，减少在餐饮制作中对环境所产生的负担。除了透过米其林指南的发布，和爱食美食的人用加做找找指标以外，也希望餐饮业者在制作餐饮的过程当中，配合环保等永续精神，避免食材浪费。不过，即马国内疫情解封，也带动餐饮业的营业额对咧翻倍成长。根据经济部统计处进前发布的国内7月餐饮业营收有891亿，以年增率来看是17.6%，写历史同期新冠纪录。虽然疫情还是存在但是大家已经比较不受这方面的影响，出门消费的这个情况就是比去年好的非常的多。专家分析，因为疫情解封了后，加上去年基期较低，餐饮业营业额才明显成长，也有其hiệu stra是旅遊大季，外市的需求也真大，餐業營業額有希望會用佫成長。記者綜合報道。因為日本百億。來看巴基斯坦拜年的時陣，有一隻獅仔對轎車的頂頭跳出來，在市區亂踅，經過2點鐘才抓到這隻獅仔。另外，在意大利嘛有一隻熊媽媽帶囡仔出來踅街，那麼做伙來看覓。巷仔內底出現真大隻的動物。巴基斯坦首都克拉奇拜二發生獅仔走出來事件，這獅仔在交通尖峰時間，向對一台私人的車輛內底走出來，伊先佇個路的踅來踅去了後，轉入一棟建築物的地下室。消息傳開了後，救援團隊、媒體也個要來看民眾，大家攏來，造成現場是大塞車。हमें इत्तला मिली थी कि शहर फैसल पे एक शेर फरार हुआ है, तो उसके बाद हमारी टीमें यहाँ पहुँची फौरी तौर पे और उन्होंने इसको रेस्क्यू कर लिया और अल्हम्दुलिल्लाह बहिफाजत वो हमारे पास है अभी और किसी को खतरा नहीं है अभी इससे। 這獅仔佇外口踅來踅去2點鐘，才料到將由官方安置。野生動物部門講，在主題區飼獅仔是非法的，獅仔主人已經拘留，警方會該告發。而飼獅仔當作寵物在巴基斯坦，毋是講真罕見的代志。部分做生意的好家人也真愛經營私人的動物園。而真拄好，在意大利有刑務帶喜馬仔踅街的場面來出現。頂禮拜六有看到人翕到一隻刑務在街路上行來行去，四周圍要遊客佇個翕相為你看。無久就才看到2隻喜馬仔缀着伊的腳步行過大路，互民眾是真驚奇。專家講，帶喜馬仔的刑務一般會閃開人類，不過若受到刺激，伊可能會有激烈的反應。在戶外若拄到野生的熊，上好是點點離開現場。國際新聞張如平編譯。下晡晡的天氣，咱來看各縣市詳細的資料。北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5度。中部地區上低29度，上懸35度。南部地區上低28度，上懸33度。東部地區上低28度，上懸30度。華島地區上低27度，上懸31度。再來看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台記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載下晡3點，咱再會。